过去呢，我们都专注在防疫，那现在呢，纾困是一个政府呢在政策上是重中之重的一个政策。那政府纾困的对象分为企业跟个人两个部分。疫情发生以后，民众呢减少外出消费，店家呢生意很差，所以呢现金收入很少，所以企业造成现金的短缺。那第二个呢，短缺了以后，那他就没办法来支付费用，包括付房租、付员工的薪水跟水电费。那这时候呢，老板就是要面临决定，是不是要放无薪假，或者是暂时的停业等等的这些困境。所以这个最重要，如果企业不保，员工失业，就算拿到政府发的现金跟折扣券也没有用，因为一次花掉，你还是失业。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所以一定要设法来帮产业解决这些资金短缺的问题。补贴的方面，就是政府给企业钱，给钱。那在条件上，营收下降50% 以上的，营运费用补贴，刚刚提到每个员工1万元计算来代替租金的补贴。那员工薪资的补贴，每个员工40%的薪资，每个员工每月上限2万，为期3个月，企业减薪不得超过20%。主要的特色，申请从简、认定从宽、拨款从事。那在第二个减免方面，就是政府向企业少收钱。第一个水费方面，刚刚提到，营收下降15%，打9折，上限7000块；营收下降50%，打7折，上限2万块。电费刚刚也提过了，我就不再讲。特色是怎么样？财政部有营收资料的，不必申请就自动减免，让企业有感。那财政部没有营收资料的也是一样，我们会设法来申请从简、认定从宽、减免从事。那贷款的部分，就是企业呢不足的部分，企业就会向银行要设法怎么样，我们来协助，让企业能够借得到钱。那刚刚也提到，中小企业贷款总额度3000亿，就是信保1000亿，央行2000亿。那再来非中小企业的部分，贷款总额度就是2000亿。那这部分我们也跟企业谈过了，他们认为在利息方面还好，他们是希望能够借得到钱，合理的利息就好。那这里的特色是什么？就是不抽银根，不会拒绝受理，而且从简、从优、从事，然后要专线执行。